喺香港文化史入邊，若果要提及一位橫跨影視、文學與美食評論等多重領域嘅文化人，蔡瀾無疑係最具代表性嘅人物。從年輕時期加入邵氏影業嘅經歷，蔡瀾親身見證並參與咗香港電影嘅黃金時代，佢嘅故事亦都成為了解嗰段輝煌歲月嘅一扇窗口。當年輕嘅蔡瀾從日本嚟到香港，第一件事就係喺陸先生邵逸夫嘅安排下訂製幾套高級西裝。到咗香港，第一件事就係請陸嬸為我做幾件西裝，大概係陸先生見我喺日本嘅時候着得寒酸。呢段經歷唔單止顯示咗邵逸夫對人才嘅重視，亦都側面反映咗當時香港電影業嘅蓬勃發展。喺尖沙咀一間西裝店，陸嬸為蔡瀾選咗數套緞喵料子，後來先至知道係最貴嘅。蔡瀾被安排入住影城宿舍，呢一座由港督戴麟趾奠基嘅建築，既係住所，亦都係一個階級分明嘅微型社會。敦厚樓分兩座，亦都叫第三同第四宿舍。第四嘅係一座7-8層樓嘅單身公寓，俾男演員同埋職員居住。第三宿舍則係大明星大導演先至有資格住得入去。